来看台南的桂林运动公园，市政府补助1100万来设一寡有特色的佚佗物仔。顶个月才打启用，也毋过最近就传出讲有囡仔受伤哦，头壳添几啊针。区公所是表示讲哦，已经针对安全设备来做改善，嘛呼吁家长要爱注意小朋友的安全。 这个8公尺悬的厝厝啊，内底阁有通互囡仔爬悬爬低，有真侪小朋友拢真爱来遮佚佗。毋过煞安装飞机，都有人的头壳去磕到内底管啊，受伤流血。当时他伤口很深，已经快到骨头了这样子，但是就发现陆续还是有人一直被撞到，我就觉得这个不讲真的不行，这样子没有任何的针对性。我单纯就是为了 大家小孩的安全这样子，因为常常拢有发生囡仔去磕到管啊意外，桂林区公所是赶紧要求厂商把所有的管啊拢用软珠啊包起来，避免有人搁再受伤。增加了一些防撞条，让小朋友比较不容易受伤。那我们也陆续增加了很多这一个警示标语，尤其在使用的时候不要去追逐跑跳这样。 台南的桂林运动公园原本有2个巨型游具，因为无下现有的规范，市府特别搁开1100万打造新的特色游具，就是希望服务共年岁囡仔拢会当来遮佚佗，生了欢喜。是会跟他提醒说，叫他要小心什么之类的。看像他有可能那个地方是因为他们奔跑速度太快，所以没有注意到。 今日正前连得运动公园的山坑啊，哪像去用弹碎玻璃占来物件，有家长建议讲爱增加安全设施，但市府嘛强调已经要求厂商检讨，嘛呼大众爱保守物件，注意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